今次我哋嚟到南區貝沙灣一個1300尺3房2廳嘅單位，由設計到落地，我哋做咗一次 3D 圖還原嘅挑戰。今次呢一個單位，我哋係以簡約輕車嘅風格去做設計嘅。戶主話屋企想要舒服又有質感，所以整體用咗暖色、木地板、柔和燈光，打造出一種溫暖而優雅嘅空間。咁所以喺簡約輕車上面啦，我哋都用咗一啲偏暖色系嘅設計去做個主色嘅。咁包括佢嘅房間啦，同埋客廳啦，我哋都係以同一個顏色嘅風格去做。就連洗手間都特登做成酒店 feel， 廚房用淺色系，睇落更有空間感。但老實講，間隔唔算改動得太多啦。主要咧，我哋就將原有主人房嘅洗手間啦，咁佢係一個有浴缸亦都有企缸嘅一個浴室嚟嘅。咁但係因為客人佢就唔需要兩樣嘢都有，咁我哋就將佢原本企缸嘅位置就撥入咗主人房嘅衣帽間嘅位置。咁啊入到去佢左手邊，我哋就會有一笪大嘅儲物衣櫃；右手邊咧就係以櫃桶為主，咁啊俾客人放一啲日常嘅收納用品。成個衣帽間就係利用咗原本唔需要嘅企缸空間，唔浪費又實用，係今次改動入邊最精準嘅一步。但係最大嘅挑戰就係客廳塊地板，戶主想用木地板，腳感好，睇落溫馨。點知施工完地板竟然開始拱起，因為木地板始終冷縮熱脹有機會會有一啲問題啦。咁啊完成咗之後，我哋發現地板喺一啲時間嘅情況下咧，佢就會有少少拱起嘅問題。咁我哋都即時去到做出處理嘅。譬如咧，我哋都同師傅嗰邊隔翻時間，咁啊將佢地板重新去做翻一啲拱起嘅位置。呢啲就係設計圖上面唔會話你知嘅實際情況，即刻停工處理，重新鋪設，預留伸縮空間，再調整邊位。咁今次嘅事情其實都係一個經驗嚟嘅，因為以往我哋可能做木紋磚啦，其實就唔需要去理會呢一啲事項。咁但係如果木地板嘅話，喺去安排嘅時候，其實亦都要再注意多少少嘅一啲細節。咁啊，以地板為一個教訓啦，咁啊，亦都令我哋下一次知道，其實去做呢一個物料嘅時候，或者可能用一啲平時唔係太常接觸嘅物料啦，亦需要去認識多少少佢嘅相關資訊，減少不必要嘅一個問題出現咯。所謂嘅錯唔一定真係錯，有時只係對材料空間理解得未夠深。好彩過程中我哋即時察覺、即時修正，先可以還原本來想象中嗰個理想畫面。設計從來唔係一次就啱，而係一場對美學、對細節、對人性嘅深度對話。今次嘅設計還原度，我覺得係有90%相似嘅，因為無論係我哋做效果圖嘅時候啦，其實就已經將所有嘅軟裝或者可能我哋想用嘅物料都已經喺個效果圖上面呈現咗出嚟。咁去到同客人選購物料嘅時候，我哋都係以效果圖為一個基礎去選物料嘅。飯廳櫃跟足效果圖製作，當中嘅中空展示櫃反映空間感之餘又有美感。我哋利用咗呢一個轉角嘅位置，做咗一個中空灰鏡嘅空間，升華客廳嘅空間感。另外右手邊我哋都保留咗一個展示嘅空間，利用咗層次同埋燈光去突顯翻客人放置嘅紅酒。但係最重要啦，都係戶主夠信任，由頭到尾都跟足設計去揀家私、揀裝飾，而當中間出現失誤，佢都選擇包容，相信我哋會搞得掂。咁其實我哋都好感激今次嘅客人啦，佢好中意我哋嘅設計嘅。由一開始同我哋溝通嘅時候，咁我哋做咗一個效果圖俾佢，整體嘅風格效果都冇乜太多嘅改動。其實客人佢自己本身都好忙嘅，咁佢亦都願意信任我哋，將成個工程交俾我哋去處理啦。咁佢中間可能純粹係提出一啲意見，咁亦都喺一啲事情發生嘅時候，佢亦都願意俾我哋去解決，亦都相信我哋可以解決得好。咁啊，成個工程先可以咁順利去完成。咁啊，好多謝今次個客人願意信任我哋，亦都喜歡我哋嘅設計啦。今次設計圖唔係只係設計圖，而係一份有共識嘅藍圖。呢個項目完成得順利，唔係只靠設計師，更加係一段互信合作嘅結果。設計圖係咪可以變成現實呢？呢一次我哋做到90%。